做農業好多時候都係睇天食飯嘅，面對極端惡劣嘅天氣，我哋好多時候呢亦都無能為力。呢兩日呢都有啲粉絲反映，講起個妃子笑爆花啦，冇見有果。大家好啊，今日係25號，氣溫依然係30多度。有啲人因為前期壓花冇壓好，妃子笑呢就已經爆花啦。問點樣可以翻花？所以平時叫大家要壓好花，我已經壓咗3次嘅吓。所以有啲粉絲講壓多啦會推遲，但係咧你冇壓就好容易爆花。以下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去翻花，你可以點收藏視頻參考一下。翻花嘅方法呢，冇係100%嘅吓，只講係有機會。妃子笑已經爆花嘅，冇見有冇花嘅，可以打啲葉面肥、生多素雲頹素中微量元素之類嗰啲嘅葉面肥，同埋殺菌啦，仲可以打得易細啲，睇有冇機會翻花。乜嘢翻花藥都係冇100%嘅吓，只能講有機會。大水涼咁去噴，最好選擇下午呢個時候噴。所以講我哋平時要做好防範嘅工作。你等到爆花啦，再去點樣翻花，咁呢就比較麻煩噶啦吓。所以我覺得今年嘅妃子笑適合早啲補果。妃子笑好似咁樣呢就可以補果啦。無花謝花黑絲，用小某標麗花使者50克，加10%嘅稀酵素，30到40毫升，兌水100斤，大水涼咁噴上去補果。隔1個星期後10天8天呢，再用麗花使者加防蟲防菌，再補第2次。其他品種一般係冇需要加稀酵素嘅。無花謝花啦，再去補果，用法用量同妃子笑一樣。小某標麗花使者係針對果樹落果問題去研發嘅，可以有效咁緩解落果問題，對後期嘅膨果着色亦都好有幫助。未備好嘅朋友可以點擊左下方購物車落單，祝大家萬事如意。